囡仔在家自学的契机，囡仔开始举笔练写字啊，互我想起25年前的家己。8岁的时，我小学2年，阮爸去台北县，今仔日的新北市讨趁，带全家为吉安乡搬去中和市。当时，义务教育的课本拢是国立编译馆出版的，思想统一、教材统一，转学衔接拢毋免换课本。伫吉安乡北昌国小，我的写字簿逐篇拢是假象。转学到中和市自强国小，写字簿连续食饼。过无偌久，又变做假象。我心中感觉奇怪，同款的课本、同款的作业、同款的毕业，哪会安尼？有一天，我用同学借写字簿来看，我明白是安怎伫当时迄个有将近6000名学生的国小内面，我实在应该食饼。总是导师有伊的观察，关怀我这位为庄脚所在来的学生。2018年，我知影有一寡人选择自学，因放弃学校的排名，放弃甲别人比较，组成混合年龄的自学团体，阁互我认捌一寡用母语来进行教学的家长。伫囡仔要读小学1年的时，因为朋友的鼓励，阮愿意试验自学，相信上帝总是用恩典予咱逐人，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。每一个人有家己的才调，每一工比昨进步，有趣味学新的物件，为快乐学习。